哇哇！Pistol ignition！哇哇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個開箱實測系列，今次我要開箱呢個暴風巨神啊！哇，呢盒嘢喺 Flash 度我見到俾人炒到沸沸揚揚，哇！呢隻嘢而家真係無啦啦變咗一盒難求啊！係啦，呢隻嘢介紹翻先啦，佢就一隻擊爆世代嘅復刻陀螺，佢係第3隻，因為第一隻係聖劍，第二隻係武神，唔記得次序啦，總之第3隻係暴風巨神啦。二階聖劍我係有嘅，勝利武神我係冇嘅，係啦，所以咧我遲啲搬翻隻勝利武神翻嚟，到時佢哋3個打循環賽啊，就開咗集，所以大家記得訂閱啦。係啦，就講翻隻暴風巨神先啦，佢個盒咧真係好似，因為我自己有一隻擊爆戰魂嘅暴風巨神嘅，嗰陣時我係買咗隻嘅，所以咧我係見過人哋嘅真身嘅，我見過佢擊爆戰魂個樣嘅。我覺得係個盒真係好似，跟住同埋有紅獸個樣喺度嘅，呢度大家可以見到，但係佢啲配置真係救命嘅，啲270M 喎大佬，哇！仲要搭多個發射器喎，拉條嘅喎，普通嗰隻喎，哇！我唔知啦嚇，我真係唔會用嗱，所以我今次開箱咧，我決定用自己配置，我淨係純粹試塊面，因為咧 Flash 嗰度啲人話暴風巨神好勁啊 ，T0 級啊嘛，所以咧我就想試下呢隻暴風巨神，睇下係咪咁把炮先。好，我哋而家馬上開箱。好啦，開完箱翻嚟啦，就係呢一隻暴風巨神啊！哇，黐貼紙真係黐咗勁耐，太耐冇黐過貼紙啊，差啲唔記得咗黐。但係好在都黐得幾好，同埋想提提大家，佢上面同下面咧中間咧會有個凹位咁樣，呢個凹位咧要自己搣咗個四方形貼紙，如果唔係咧佢嗰個咧就會黑咗噶啦。係啦，就拆開俾大家睇下先。首先就係暴風巨神塊面啦，佢係融合咗 K 鐵。同埋咧，我呢隻係1星嘅啫。不過咧，可以見到佢上面係攻擊啦，左右兩邊係防禦啊。我覺得，不過佢形狀係幾好嘅。我覺得佢兩邊呢啲鐵位做防禦，上下做逆印攻擊，所以我覺得佢可以鏟爆神像，其實係唔係冇原因嘅。因為咧呢個位其實係可以，絕對係可以勾爆人嘅。不過咧，如果經歷太多對戰呢度磨蝕咗嘅話，就未必啦。所以我覺得 Flash 嗰啲 views 咧 ，IG 嗰啲 views 咧，見到佢擊爆咗神像啊嗰啲，唔係完全冇可能，我覺得。但係佢個輪盤嘅擺位好騎呢，佢係對呢兩塊鐵，所以咧可能特登唔想做一個偏重，所以我覺得整體呢隻，我覺得陣間要試下先知。跟住輪盤啊，270啊，揾鬼用咩？我都唔用啦，我用260，我都唔用270啊，大佬。跟住呢個更加冇人用。M 底喎大佬，全部都係8星天華啲陀螺件嚟嘅，因為官方解釋咁樣就係一個擊爆世代軸心嗰個位喎，佢話想還原翻。目前係得2階聖劍咧係用370嘅咋，武神都係用260嘅，不過260我覺得好過270。大家都知我特登拍過一集係講260嘅，未睇過可以點翻右上方睇翻啊！擎天巨神，仲要突咗2粒點出嚟，驚死人，切唔爆佢，佢本身都冇嘢保護噶啦。哇，我真係唔會用。所以咧，我諗仲有2個配置。第一個配置就係660 TK 啊，因為我覺得佢嘅性質有啲似我哋嗰陣時講過嘅大蛇，所以我覺得用660係一個幾好嘅選擇，因為佢本身個輪盤個位置都好鉗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咁樣就正正對翻好佢。成個陀螺嘅點平均翻成隻陀螺，跟住 TK 係因為咧佢暴風巨神嚟噶嘛，可以切換形態噶嘛，唔多唔少都要，所以我覺得 K 同埋 K 有個尾轉，我覺得而家咁樣係幾好。第二個選擇就係 TR， 因為咧佢個 friend 啊蒼井霸斗啊有2段加速噶嘛，所以我覺得呢2個配置我係最想試俾大家睇，係啦就係咁樣。不過我覺得好似第一個係順手啲嘅，我覺得，所以我主力係會試660 TK 呢個配置先。唔知實際對戰係點咧？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隻暴風巨神或者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幫條片咁個 like 住訂閱 share 埋出去，咁嘅話就有更加多我哋暴風巨神嘅片噶啦。而家我哋馬上開對戰。我哋第一鋪嚟輕強啲嘅石頭魔像巨石對暴風巨神，第一場巨神係高模式 3、2、1 Go！
有冇想講巨神上線俾人爆咗？2-0，第二場 3, 2, 1 go shot！ 哇，巨神！哇，啱先石頭極限衝擊，而家到巨神啦！巨神而家係低模式嘅，不過好在巨神冇俾人爆到，始終係有擊飛力嘅，但係石頭係頂到嘅。但係好啊，鬥持久啊！巨神都係個死撐，轉唔轉得贏咧？唉，爭少少啊，3-0。第4場 3, 2, 1 go shot！ 哇！巨神嚟一個，慢慢嚟，冷靜啲，係啦，冷靜啲先。巨神嘅攻擊力其實係猛㗎，以輕量，以復刻陀嚟講，佢嘅攻擊力係唔差㗎啦。不過佢對上石頭咧，石頭係反防型陀螺，所以輸係正常嘅。4-0，可能防禦型陀螺佢唔啱，攻擊型陀螺試下先。衝擊魔圖對我哋嘅暴風巨神，第一場巨神喺低模式 3, 2, 1 go shot！ 極限衝擊，再嚟一下。巨神爭啲極限咗交融。好啊，而家鬥持久，持久力嚟計應該，唔係喎，係巨神嘅1-0 3, 2, 1 go shot！ 巨神而家係高模式嘅，哎呀，跣腳添！2-1，巨神低模式3, 2, 1 go shot！ 頂住，係擊飛啊 ！Let's go！ 暴風巨神3-2，暴風巨神都係 keep 翻低模式好啲。第5場3, 2, 1 go shot！ 睇住負責避嘅暴風巨神，可能我性格係玩開防禦型陀螺，中意避。避唔到，俾人做暈咗，3-3。好啊，食粥食飯睇咁鋪啊 ！3, 2, 1 go shot！ 你個極限衝擊，兩個都冇力啦。巨神好似冇力喎。哎呀，仲要俾人撞上線，哎呀，爭少少啊，4-3，佢盡咗佢嘅力量噶啦。再唔得嘅，我哋攞全運可以撞爆佢嘅，可以撞散下嚇。我呢塊黑160啊，緊㗎。神將160 FB 對暴風巨神660 TK。第一場巨神高模式3, 2, 1 go shot！ 跳起咗，再嚟一下。佢攻擊好慢，但係撞唔走啊，冇計啊。唔緊要，我哋仲有 TR， 仲有 TR 底可以試。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ot！ 睇住，應該切唔開啊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暴擊可以擊飛人啦。冇啊，爬山啊，死喺度爬山啊！我哋仲有陀螺又唔使驚。2-0。第3場3, 2, 1 go shot！ X 巨神唔係好怪 X 多嘅得船啊！睇嚟始終係擊爆世代嘅陀螺，擊爆志華嘅陀螺，應該都係持久啦。飆爆佢！好，3-0。第4場巨神而家係低模式3, 2, 1 go shot！ 跳落5-0。我哋仲有木乃伊，再打過對暴風巨神。第一場3, 2, 1 go shot！ 翻到嚟，冷靜啲先。打木乃伊得唔得咧？爭少少。如果佢唔係落坑嘅話，有機會轉得贏。1-0。呢場3, 2, 1 go shot！ 哇！
木乃伊有人搞到自己出咗界，3-1極限勝利。第三場 3、2、1 Go！ 巨神而家係高模式，睇下可唔可以拱開我哋嘅木乃伊啊！2下，啱先第一下歪咗炮，第2下命中嘅。但係以持久力嚟計，以我對木乃伊嘅認識，木乃伊鬥持久都係唔差嘅。3-2。第4場3、2、1 Go！ 爬一爬山先，係啦，再撞暴擊。木乃伊落翻嚟啦！我呢隻暴風巨神嘅持久力而家砌 TK 其實可能砌6嘅，所以佢嘅平衡力都唔差。我鬥一般攻擊嘅話係絕對可以撐到嘅，但係木乃伊都爭少少啫嘛。3-3，第5場3、2、1 Go！ 喂，哇一下！啱先個暴擊好大力啊！攻擊佢啊！你打持久冇用噶，大佬。係啦，要暴擊啊！木乃伊度持久死緊，要掉速揸咁遠，轉速削死佢諗住，削唔削得死咧？應該削唔死啊！好啊，4-3啊，又係爭少少。既然右回轉都唔掂，咁嚟個左回轉喎！左回轉對左蛟龍對暴風巨神。第一場3、2、1 Go！ X 衰嗰陣時，好啊！有一蛟左蛟好斜啊！會唔會瞓低俾巨神攞1勝咧？1-0。呢場3、2、1 Go！ 暴擊係有嘅，哇！撞到左蛟歪晒，係咁喺度削，但係左蛟吸唔吸到咧？似乎喺度吸緊暴風巨神喎，喺度吸緊喎，吸緊啊喺度，但係暴風巨神轉多少少，好彩2-0。第三場3、2、1 Go！ 抽咗底，2-2。第四場巨神低模式3、2、1 Go！ 爭少少極限翻咗嚟，哇！Extreme finish， 極限勝利啊，係巨神。恭喜晒佢，終於獲得佢嘅首勝啦！5-2啊，恭喜晒巨神！既然啱先輸到趴咗喺度，唔緊要，我哋打翻啲石頭，用 TR 再打過。第一場3、2、1 Go！ 哇！一落地就極限，會唔會快咗少少？3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！ 好啊，你 X 多嗰粒雪。其實好驚爆啊，因為佢而家係攞個底嗰個輪盤位嚟撞人。好啊 ，X 衰嗰粒雪3-2。第三場3、2、1 X 衰嗰粒雪，再嚟多下，睇住2段加速，哇！撞走佢，哇！翻咗嚟，女極限㗎嘛，3-3。第四場3、2、1 Go！啱先嗰下好靚啊！再嚟多下，果然有隊友有拍檔力量啊，有好有力量加持係唔同啲啊！嚟下，再嚟，哎呀冇力啊！但係佢軌跡好靚喎，我想講4-3爭少少。咁而家蛟龍再嚟多鋪，第一場3、2、1 Go！ 哇蛟，哇硬咗暴風巨神一腳，哎呀！廿到自走2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！ 哇！毫不留情，毫不留情切開咗，因為始終好鬆4-0。跟住木乃伊對暴風巨神，木乃伊應該切唔開啊嘛！3、2、1 Go！ 可以翻咗嚟，啱先落，唔知點解一落地就加速咗咯。1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！
哇木乃伊，哇撞啊木乃伊，頂住，哇一下冇力噶。2-0，第3場 3、2、1 Go shoot！ 哇！哇！終於有啊！恭喜晒暴風巨神2-2，第4場3、2、1 Go shoot！ 頂住！好啊，我嘅巨神仲未2段加速㗎。哎呀，好棘嘅2段加速啊！哎呀，棘死咗！這下尷尬啦，咁好尷尬啊！好棘嘅2段加速，3-2，第4場3、2、1 Go shoot！ 哇！做咩一嚟啊2段加速咗咁嘅？佢有擊飛已經好好噶啦，4-2，最後一鋪左交龍，第一場3、2、1 Go shoot！ 哇！貼面殺2-0，第2場3、2、1 Go shoot！ 哇，係自走啦，算啦，佢都係唔好用呢個啊，唔好用 TR 啊。5-0，恭喜晒，暴風巨神輸咗啊！好啊，我哋對就玩到呢度啦，唔知大家覺得呢一隻暴風巨神點啊？我覺得呢一隻暴風巨神咧，佢以復刻陀螺嚟講，佢唔係好差噶啦，已經，因為咧照計復刻陀螺咧係唔會勁得去邊嘅，同埋咧復刻陀螺佢得個頂盡啦，呢隻暴風巨神31 gram 啦，都算係輕噶啦，以而家嘅陀螺嚟講，所以咧佢打到咁嘅成績，我覺得佢爭少少啫嘛，其實，同埋咧，我覺得660係啱嘅，但係錯喺個底度，我唔應該落 TK 啊，呢個係真係唔好意思啊，呢個真係我失誤，我判斷錯誤。我覺得可能 UF 會好啲，因為如果你唔想搶嗰啲其他件嘅話，我覺得 UF 可能會好啲。但係呢塊面咧，好老實講，未到話咁勁，但係佢我唔可以話佢係廢。以復刻陀嚟講，我唔可以話佢係廢，係啦。但係又未到好勁咯，只可以咁講，係啦。不過佢切開神像唔係冇原因嘅，因為佢最打擊點咧。佢呢啲位咧，其實都見到甩咗油噶啦。其實佢打擊點喺呢啲位，所以咧佢切得開神像都唔係冇原因。我覺得片咧，可能佢哋打10鋪切得開1鋪，跟住鋪出嚟咁樣啫。我自己覺得啊嚇，所以我覺得呢隻嘢收藏價值大啲。係啦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好啊，今日呢條咁多先，中意記得俾個 like，有問題啊留言啊，記得訂閱同埋鐘仔，下次出片嘅時候準時睇下 share 俾我哋下週見，拜。